好，来继续来看郭台铭早起以南投竞赛的身份，带着太太回到南投参访。这嘛是郭台铭宣布参选了后，太太第一届陪走行程。那朱立伦呢是到婚林体验沿海养殖渔业的辛苦。 伫南投中兴国中的棒球场，郭台铭甲这小球员咧拍球，因太太詹兴莹进前因为国党的参政无欢喜，后来随着国党宣布参选了后，伊头一摆陪伊走行程，两人拢手牵手，感情真好。他已经这么坚定自己的决心，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尊重他。 郭台铭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专台走透透，早起以南投竞赛的身份头一摆，登到因太太詹兴莹的故乡参访。詹兴莹嘛是中兴国中的好友，看到这小球员这拍拼，伊感动甲流目屎。棒球一定是我最喜欢的运动，也是我永远的支持。我答应你，永远支持你。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嘛，伫婚林大西体验沿海养殖渔业的辛苦。针对党内初选的纷纷扰扰，朱立伦希望讲大家爱团结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家能够和气，能够相互鼓励，最后所有的支持者团结支持蓝军，这是我们唯一的胜选的机会。 韩国瑜陪夫人李嘉芬登去婚林做西友城市，郭台铭到南投嘛拍夫人牌，讲伊是南投竞赛，要争取更较侪在地人的支持。